治療將於10分鐘後開始，為確保節目質素及公眾人士體驗身心靈放鬆療癒感覺，請將手提電話及響鈕裝置調至靜音模式。多謝合作。係啊，你記得靜音喎，陣間傾偈咧要細聲啲。靠晒你啦，唔該晒。喺節目正式開始之前，好恭喜為大家做一個節目嘅導賞。身心靈療癒日，何謂身心靈呢？身心靈健康係近年新興嘅題目。身心靈健康係一種整合性健康嘅概念，強調人嘅存在由身體、心理、精神3個維度互相影響，需要整體調和，先至可以達至身心靈健康。而今日我哋嘅節目內容亦都涵蓋呢3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，身體健康範疇係即係生理機能平衡，包括睡眠、飲食、運動、疼痛管理，亦即係第一位主講嘉賓 Kevin Sir 所講嘅內容。而第二部分，心理健康範疇包括情緒管理、認知模式、抗壓韌性，例如坊間正念減壓嘅課程，又或者企業 EAP 心理諮詢、線上治療平台，例如 Talk 心。而今日亦都邀請到其中一位線上心理諮詢師 Lyle 同埋心靈治療師 Winnie 為我哋進行療癒講座。第三部分，靈性範疇包括生命意義感、價值觀、內在連結。坊間嘅活動例如有音樂治療，亦即係我哋今日第3次進行嘅空靈合唱團嘅音樂治療。而家開始緊嘅亦都係一種聲音嘅治療，同埋第4節由3秒帶領大家嘅頌缽冥想。近年身心靈產業呈現虛界線化嘅發展，醫療界例如養和醫院設置整合醫學部，提供靈性諮詢。靈性健康唔等於宗教，而係透過自我覺察，建立內在嘅錨點，抵禦都市嘅疏離病。又例如企業界，好似匯豐銀行咁樣，引入咗能量心理學培訓，結合 EFT 情緒釋放技術。又例如教育界有唔少直資學校將正念呼吸納入課前嘅儀式。希望透過今日嘅身心靈療癒日當中嘅講座、沉浸式體驗，同埋由專業人士主導嘅攤位諮詢，令大家身心靈恢復到平衡嘅狀態，健康愉快。稍後喺節目當中，我哋好榮幸邀請到星級催眠師 Catman 帶領大家體驗催眠。催眠唔係催促睡眠，而係強化清醒。催眠嘅狀態係高度專注清醒嘅狀態，接近頂尖運動員嘅心流狀態，深度放鬆，但係高度覺知。例如我哋細個嘅時候，都曾經可以個心靜到聽到秒針跳動嘅聲音，呢一種就係一種深度放鬆而高度覺知嘅狀態。催眠係透過外部嘅引導，將大腦切換至超覺醒模式。超覺醒模式嘅呢種生理狀態，個體能夠突破常態感知過濾機制，
直接調用潛意識之中嘅認知資源。其神經特徵更加接近狙擊手瞄準目標時嘅極度專注，而唔係好似入睡之前朦朧嘅意識。催眠治療師比喻為人類內在精神世界手術室嘅醫生，意思係指催眠師可以精準介入潛意識結構，就如外科醫生用器械修復生理組織，而催眠師用語言暗示重構認知神經網絡。根據 fMRI 2016年研究報告證實，催眠可以改變負責疼痛處理嘅前島葉，同埋負責情緒調控嘅前扣帶皮層嘅活動模式。喺 PTSD 創傷後壓力症嘅治療之中，催眠師用語言暗示引導患者解離重歷創傷記憶，類似外科醫生清除壞死組織嘅過程。催眠嘅本質並非引導睡眠，而是一種高度專注的清醒狀態。呢一個係經科學年鑑2024年認可，標註住徹底擺脫睡眠類比嘅科學新紀元。而國際催眠學會 ISH 指出，催眠係透過引導性程序激發內在嘅潛能，使個體喺指達治療目標嘅科學方法。催眠術並非邪術偏門，早喺1840年之前，催眠術係用於外科手術嘅鎮痛手段。根據醫學史權威文獻，如麻醉學史嘅期刊、英國皇家醫學會檔案及手術記錄，催眠確實喺現代麻醉藥劑發明之前已經被系統性應用於外科手術。具體嘅案例包括催眠鎮痛腫瘤切除術，於1842年喺曼徹斯特進行。催眠術喺臨床應用範疇認可領域包括疼痛管理、術後疼痛、燒燙傷換藥、分娩痛、癌症疼痛。BMA 列為 A 級證據。喺心理疾病嘅應用領域包括焦慮症、創傷後壓力症 PTSD、恐懼症、抑鬱症輔助治療 APA 認可。行為修正嘅領域包括戒煙、暴食症、咬指甲等習慣障礙 ISH 臨床指南推薦。另外亦都有精神學應用領域，包括腸燥症 IBS、異位性皮膚炎、氣喘等身心症 WHO 整合醫學報告列入。神經復健催眠術亦都可以用於中風後運動功能重建、患肢痛調適，精神學期刊多篇嘅證實。全港首個由催眠治療師、心理諮詢師主導嘅身心靈健康節目。本節目由民政事務總署政府服務計劃資助，請大家位置啊！有冇區瓜仔請支持啦！大家好，我係催眠治療師、心理諮詢師 Kristen， 好高興為大家聲音導航。歡迎嚟臨富亨鄰里社區中心出席2025大埔身心靈療癒日。
本節目由民政事務總署政府服務計劃撥款贊助，主辦單位大埔區關愛隊富亨小區，承辦團體富亨頌雅社會服務義工團，大埔區關愛隊寶雅小區，承辦團體現代媽咪組，以及大園關愛隊承辦團體樂群義工聯盟，以及支持團體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基督教聯合醫務委員會。大家好，我係催眠治療師、心理諮詢師 Kristen， 好高興為大家聲音導航2025大埔身心靈療癒日。何謂身心靈呢？身係指身體，心係指生理，靈係指精神與靈性嘅範疇。身心靈健康係新興嘅題目，係一種整合性健康概念，強調人嘅存在由身體、心理、靈性三個維度互相影響，需整體調和先至可以達到身心靈健康。今日第一位駐講嘉賓嚟自催眠界嘅星級治療師。催眠治療師被譽為人類內在精神世界手術室嘅醫生，意之指催眠師可以精準介入潛意識結構，就好似外科醫生用器械修復生理組織，而催眠師用語言暗示重構認知神經網。根據國際催眠學會 ISH 定義，催眠係透過引導性程序激發內在潛能，使個體喺自主意識下達成治療目標嘅科學方法。現代催眠之父 Milton Erickson 指出，治療師嘅任務係喚醒患者內在嘅自我療癒智慧，如同醫生創造條件讓傷口自然癒合。依家有請我哋第一位嘅駐講嘉賓，星級催眠治療師 Cat Man， 為我哋講解身心靈健康與催眠治療關係，帶領大家體驗心因性病症減退。